接走人就是了。听你说来，这事变得简单明了了。大王，大公主若能带着公子直回到秦国，那燕国的未来很可能就可以通过大公主和公子直操纵在大王的手中了。大王，你想，公子直也是翼王嫡子，将来争夺燕王之位，他是有机会的。说得好。那大王的意思是接回梦萦？原来大王心中早有主张。丫头啊，既然是你的主意，老伯就派魏冉带一队轻装骑兵，绕过函谷关，昼伏夜出，直捣函谷都城，接回梦萦母子。你不会反对吧？魏冉的确需要更多的历练，大王不会看错人的。好，目前，大王，传司马错明晨进宣师殿听旨。是。王后，园子里春意正浓，花儿开得可好看了。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大王派魏冉去接梦萦了。大王的心思，只有芈月能猜得透。别人就算再费心机，也比他晚上几步。王后心地纯良，哪像那个芈月，工于心计。纯良二字，说来好听，实则无用。大王要的是懂他的人。来了。大公主，大公主，芈月，梦萦，姑母，魏冉和侄儿他们到了吗？啊，侄儿，侄儿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大公主和小公子在离开韩国后，在接近赵国的边境遭遇追杀，与小公子不幸失散。魏冉带人去寻找了。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走，快进宫吧，快进去。姐姐，哎，小冉，姐姐，小冉，我的侄儿呢？小公子呢？臣带着义后突出重围后，再返回去寻找小公子，不料遭到强兵阻截。这才知晓劫走小公子的是赵国，赵侯雍的兵马。赵国？赵国人劫走了小公子。这事怎么会扯上赵国呢？这中间的是非曲折我也不知。大公主，大公主，梦萦，大公主，梦萦，父王，父王，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他才3岁啊！父王，我求求你了，父王。梦萦，若是能救，寡人岂能坐视不管？看来此时赵侯雍早有预谋，他劫走侄儿，必然打的是挟持侄儿以至燕国的目的。此刻就是寡人再出兵攻赵，只怕也无法接回你的儿子。可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他才3岁，父王，我的儿子。你放心，你儿子是燕国嫡公子，也是燕国王位继承人。据报，燕王哙已经打算禅让王位给相国子之，正在择吉日举行禅让仪式。而此时，赵侯雍扣着你儿子，定是为了在子之登上王位后，打着推立你儿子为燕王的名义入侵燕国。所以你的儿子是他手中的未来的燕王，赵侯雍绝不会伤害他。就算他不伤我儿，可我儿年幼，不能没有我的照顾啊！父王，我求求你，你送我去赵国，
让我去赵国把这颗启程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糊涂！赵国无端劫持他人幼子，正愁着找不着借口在诸国面前为自己开脱，你却自己要送上门去。你可是为了救你，牺牲了多少大秦士兵？你说走就走，难道将国家大事、将士性命视为儿戏？几年前，为了秦国，我将我自己的一切悉数牺牲。我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父，没有夫，我只有跟我唯一的儿子在一起，这个要求过分吗？父王，我求求你，父王，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我求求你，父王。永远都只是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大公主，大公主，大公主！大王，大公主她……芈月，寡人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也出去吧。是。继儿已经睡下了，你也早点宽衣歇息吧。我这会儿还不想睡。月啊，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葵姑，你看看大公主，我曾羡慕过大公主。她有大王的父爱，有邢夫人那样睿智的姑母。身为嫡公主，出嫁为王后，孩儿可以继承大位。可如今，她还不如街市上一个普通妇人。这天下是男人的天下，男人争到了功业，女人则流尽了眼泪。姑姑，我不喜欢这样。可身为女子，又能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四方天地里，由别人来摆布我的命运。奋击百万，落叶千里。